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日日了花要保守你，对一粒到永远。咱若甲来念圣诗201首，圣诗201首。上主对我真好食，我无欠亏一项。天找草埔，互我徛起，带到安静之地。好，继续来。
圣诗头前个就3页，现在咱三个做伙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路玛利亚出世，伫本着病倒阵来受苦，定是第死来从荣辱，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一个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他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教会，圣道相通，做下礼，肉体和我，永远活命。阿门。谢谢。下面咱来听，今仔听的所在，听闻第一篇，听闻第一篇，是记载的新闻第6篇。现在咱大家来听，以色列要注意听，要切实遵守，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伫老年甲你的事事健康，人也会见济济。以色列要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恁要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遮的话，要记伫心内。嘛着恩甲是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倒来快死来，拢要念念听。搁着白伫手里做记号，白伫家头切，着写伫厝的门徛，嘛着写伫城门。一只咱三个暗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为着阮会当平安健康来到教会，阮献上阮满心的感谢。主耶稣基督圣名的名述职，恳求圣神光照阮的心。阮也伫你的面前承认阮家己的罪，愿主耶稣宝贵调侃，互阮手清气，心清洁。来到主是阮的宝座前，献上阮的歌声、阮的祈祷，甲献上阮诚心的敬拜。阁无偌久，阮的旧的过年就要过去。阮会感谢你对年后甲年尾的保守带领。虽然在这2年当中，阮伫即个土地拄着疫情的爆发，而且即摆疫情的发展，互阮感觉真紧张。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做好阮自我的防疫。求主祝福甲保守伫第一线的人员，享受因健康甲智慧，会互阮体验着你甲阮同在，互阮得到平安，来望疫情会当早日过去。主啊，即时阮也要同心合意，为安孝主派的谢礼者会找的人向你祈祷。人生上痛苦的就是生离死别，阮会当体会因的艰苦，但是袂当为着因做啥物。主啊，求你安慰因，愿你互因的亲人拢伫你的救恩的中有份，也愿你将永生的盼望赐互因。主啊，伫你的面前，阮也要为着阮身体欠安、心情软弱，特别是有兄弟姊妹当中，也是亲人，伊愿意咧住病院，也是继续咧医疗。求主会伸手医治，彰显你的大能甲慈爱，互阮会当早日脱离病痛艰苦。亲爱的主耶稣，阮一生上大的祝福就是认捌你、倚靠你、跟对你。求你的圣灵医治、安慰、保守带领，阮坚信你要带阮行出死荫的山谷，愿一切荣耀、权柄、尊贵甲学乐，因为阮全
恁全心的献上，拢为爸囝圣灵会送你真实。愿安尼祈祷，恳求各会，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为恁赞美。第三日，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姻的宴席，耶稣的老母伫遐，耶稣甲伊的学生也互因请去赴宴席。酒用了，耶稣的老母就对伊讲：“因无酒啦。”耶稣甲伊讲：“老母啊，我甲你啥物干涉？我的时还未到。”伊的老母甲遮个找用的人讲：“既然伊甲恁讲的，恁就会听伊。”照犹太人洗清气的例，伫遐有拜6个石暗，逐个会底着2-3桶水。耶稣甲找用的人讲，用水互伊满暗，就互伊满到暗口。搁甲伊讲，打着由伊芳互将你引导的人，就芳互伊，水变作酒，将你引导的刺入伊。毋知对倒落来，独独养水的找用知，将你引导的叫先囝出来，甲伊讲，人拢是大先摆好酒，甲人啉济济，才用较厝的。独独你留好酒到即粒，即个头一摆的新夜，耶稣行入加利利的迦纳，来显出伊的荣光，伊的学生就信伊。以上。下面讲到，今仔牧师要讲的题目是第一个新约。咱同齐额头来祈祷。大有权能，将你世界所有一切大细项事，阮的主上帝，
阮伫你的面头前，伫你的圣殿，来甲你见面，为着要知你的吩咐。阮嘛透过圣经耶稣迄个时代所发生的代志，来提醒阮即马的生命所爱改变，就是伫你的旨意内面，自头就安尼来计划。主上帝，阮伫你的面头前，同心来听，恳求圣神开阮的耳孔，嘛，互阮的心静静，听了明白，想使阮气力会当照你的旨意去行。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兄弟平安。平安。这礼拜，今仔日所读的这个故事，是伫上帝的启示圣经内面所记载的，是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所发生的代志，伊是事实，是一个事件，是一个经过。嘛是甲耶稣斗阵过的人，因的体会。新约是啥物？新约就是上帝的脚印，上帝行过迄个所在，上帝手所做的代志。迄个叫新约，人所无法度的代志，人做袂到的，人所想象袂到的，是对上帝遐才有法度的，这个叫新约。有人讲新约就是超自然、无自然的。毋是正常的代志。总是人是较介意正常自然的代志，也是较介意无自然的代志。每一个人拢毋望家己的生命内面会当有新约。会当有对上帝遐来超过家己所想象的代志来发生，总是真正上帝伊的手伸伫咱的生命中间，伫咱的生活来照伊的旨意来行的时，咱敢真正会欢喜着跳。咱敢真正会讲，哇！这个新约伫我的生命中间来出现，真好。若是迄个新约的出现，是互咱的生命、互咱的生活无爽快的事呢？咱阁相信迄个是新约吗？还是咱认为爱超过我所求的？就是好又阁好，好骨力背迄种的新约，迄种上帝的手，才是我会当认同的新约。这逐个咱来思考这个代志，嘛来看今仔日所读的这个圣经节，这个事件。毋知影兄弟，伫读即个事件的时，即个故事的时，即个发生的代志，母仔囝两个人的对话的时，兄
兄弟，你的心肝头安怎感受？安怎来看耶稣这个囝？这个对话是母仔囝的对话，对别人来看。对这个老母玛利亚来讲，伊知影伊甲啥物人讲话。这个囝对伊的腹肚出来是伊的囝，总是嘛毋是伊的囝，迄是上帝的囝，是对圣神遐来的。这个是我的囝，阁是上帝的囝，其实真正是上帝的囝，只是对我来出生的。这个矛盾的心情，要安怎来幼稚伊来长大？要安怎来甲伊讲话，会当互伊知影我是你的老母，我也是上帝的女婢。对于玛利亚来讲，对于这个老母来讲，毋是简单的代志，总是伊甲耶稣上帝的囝。斗阵一直到耶稣传福音啊，伊呼召学生成做一个老师，伊已经有家己的学生啊。这个老母甲伊的囝同齐去参加一个婚礼，发现婚礼顶面的酒无啊。这个老母玛利亚，伊甲伊的囝耶稣讲：无酒啊，无酒啊！这个婚礼毋是耶稣的婚礼，圣经嘛无甲咱讲，这是啥物人的婚礼？是安怎无酒的时，玛利亚会当出来解决这个代志？是安怎玛利亚会跳出来，甲这件代志放伫家己肩胛头，讲无酒啊，我会来负责任？是安怎玛利亚甲伊的囝叫来，讲无酒啊？敢讲耶稣是管理这个婚礼的人吗？咱对后壁看，知影毋是。掌管这个婚礼宴度有一个总管，所以无酒这件代志，应当是爱找迄个总管，乃是找耶稣咧。圣经无甲咱讲是安怎即时会发生安尼代志，嘛无甲咱讲玛利亚伊的角色，总是咱用文化的背景、家族的背景来看，有可能玛利亚伊的角色、伊的身份，伫这个婚礼、伫这个新囝婿的面头前。伊的身份是长辈，伊的身份是会当出面来处理这件代志的人。总是伊毋是叫人摕钱去买酒，伊甲伊的囝，甲上帝的囝提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直接的，嘛毋是直接的。伊甲耶稣讲，伊无酒啊，伊毋是甲耶稣讲，你甲酒变出来，你去甲酒无酒这件代志来想办法。毋是，伊就甲这个问题讲互耶稣听，等互耶稣。因已经无酒啊！这个囝，耶稣，上帝的囝，伊对伊的老母讲一句话：老母，
这甲你我有啥物关系？我的时还袂到。这句话是上新的翻译，总是咱对以前的翻译，咱知影，伊的翻译叫做负责人啊。我甲你有啥物干涉？听起来是足无礼貌。边仔若有别人听着，就想讲，这母仔囝是安那？这老母嘛无甲囝教好，这个囝安尼学袂甲应，无甲叫老母，搁甲叫负责人。总是伫原文内面，这个字其实无迄落无尊敬的意思。照即马的翻译来看，伊其实就是老母。负责人啊，女人啊，我跟你，你跟我，和没有酒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嘞？这是他们的事啊。为什么你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为什么你把这个问题丢给我？你想要我做什么？这句话内面包含什么嘞？包含耶稣甲玛利亚中间的关系。因知影因毋那是母仔囝，是人甲上帝囝的关系，是对上帝遐来的甲人的关系。玛利亚知影，伊讲这句话所爱的是啥物？神学家讲，玛利亚其实这时就是要耶稣来行神迹，因为伫养大伊的过程中间，已经知影伊是上帝的囝，毋是天使甲讲知影尔，是伫养育的过程中间已经看见耶稣的无共款。伊嘛足想要知影，伊嘛足想要看耶稣会当有啥物才调。上帝伫你的身上会显出啥物无共款的行为？圣经甲咱讲，这个神迹是头一个神迹。若是照头一个神迹来讲，这个养育的过程中间，耶稣的确是无行过神迹，只是母仔囝伫斗阵的过程、养育的过程中间，玛利亚一直甲耶稣伊所生的囝，就是上帝的囝，放伫心肝头。伊看出伊一直拢无共款，总是一直等候到30岁啊，阁看袂出来啥物无共款。敢若无共款，阁敢若无介绍。这个交代嘛，亲像基督共款，知影会当伫基督的中间来求讨，知影上帝是上帝，知影我是人。总是伫基督的过程中间，有当时啊，嘛想要看见上帝作为。有当时啊，阁毋知影上帝是毋是愿意安尼来行，定定嘛毋知影家己所求的是毋是会当得到上帝的应允。总是伫遮咱看见玛利亚安尼讲了后，伊听见耶稣安尼回答，伊嘛无生气，伊回头。安那？回头甲遐个奴仆讲，伊若叫恁做啥物，恁就安尼去做，恁就照安尼去办。伊甲恁讲啥物，就照安尼去做。这个奴仆受催用的人，是安怎要听耶稣的呢？
是安怎玛利亚安尼讲，因就要听话呢？的确，咱伫想，因中间应该是有一个关系，毋是无的，有迄个身份会当安尼做。遮受采用的人，伊嘛真顺服。玛利亚安尼讲，耶稣刷落来吩咐，因就安尼去做。圣经甲咱讲，有6个石瓮，滴水的，迄个是洗清气的地，放伫遐的。迄个水是洗清气的水，毋是你啉的水。只有一个用途，就是洗清气的，迄是分别出来爱洗清气，甲人的身躯洗清气。耶稣叫因甲遮个水填好满，填好满。吩咐了后，伊讲甲遮个水舀出来去互办道的总管。亲兄弟，看到遮，你会感觉遮受采用的人伊的心肝头安怎想？即摆当做阮是空的吗？即摆你是要叫阮去骗总管吗？我即摆是搁爱听你的话吗？我即摆听你的话，我会无头路无？我即摆若照安尼做，后壁的后果，我是要安怎担？若是即时遮个受采用的人，有遮个心情刷落来，因无照安尼做的时，咱就袂看见即个心业。遮受采用的人，看起来是安那？咱讲萝卜。最低等的人，嘛是上基础的。若是无因，足侪代志嘛无法度做。所以无看阶级，不看阶级，不看身份，就看做事情的这个人，他的心情、他的心态、他的作为。一个是吩咐的，一个是受吩咐的。吩咐的甲受吩咐中间的关系，佫毋是伊请伊来的，竟然佫爱听伊的，爱听嘛无要紧，总是你爱吩咐一个，互人会当行会出来的，行了安心的，有照道理来的代志。吩咐的，这个是阮看以前拢无发生的代志，看起来嘛无可能发生啥物代志的代志。看起来嘛无合理，即摆即个吩咐无合理、无合规矩，嘛想无，拢总无一项会当互阮有完全的理由会当去行，会当去照安尼做。总是遮个受采用的人，咱看见。因真正安尼做啊！亲兄弟，你敢无发现，其实真正的心业，伫即时发生。水变做酒，是人认为超过自然的代志。人认为水变酒。才是真正的心业。总是伫即时，遮受采用的人，因要照耶稣的吩咐去做一件因无法度接受的代志。因的心会改变，因的行动会改变，这才是真正的心业。上帝的权柄伫即时发生伫人的生命中间。即时，遮个人看耶稣敢是主吗？毋是。看耶稣是计敖的吗？嘛无一定。
总是照身份、照体制、照因本来就是受册用的人来看，因顺趁即个旨意，顺趁即个吩咐，因安尼去做，这是上无简单的代志。遮个人有可能拢比耶稣年岁搁较大，伊嘛看过侪的代志。总是上帝的权柄，只是伫遮个人的性命中间来改变。遮个人无想到家己若是安尼做，以后的后果，因无为着家己，因就安尼做。刷落来，咱才看见迄个咱认为做好的结局，就是水变做酒。即个总管搁去甲神囝婿讲：啊，你哪安尼做？人拢是甲好的摕出来，啊，你哪互人啉水啊？才甲好的摕出来，安尼你就袂受着恶恼啊！头前的拢已经啉过啊，啉甲醉醉啊。这好的酒才摕出来。嘛有可能是责备，你是安怎无甲上好的伫头前就摕出来互你所请的人？这个总管讲这句话，你讲伊是欢喜所讲的吗？也是你甲这个神囝婿讲，你安尼做是无合过去的例啦，无合过去的例。你安尼做，无够周全，无够好。圣经甲咱讲，耶稣行即个头一个神业，显示伊的荣光，伊的学生拢信伊。这个生涯的过程，咱看见，当耶稣伫甲玛利亚讲，这件代志甲你甲我拢无关系，我有我的时间，我有我的决定，我有上帝要互我的旨意，你毋通伫即时叫我做啥物？总是咱嘛看见，当这个回答出来时，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时间，嘛伫人的期待中间，人的交托的中间，人的无法度的中间，人毋茫看见上帝的中间来应允。啥物是新业出现上好的时间点？是上帝的旨意要行的时，也是人伫求讨的时。咱想到，圣经嘛安尼甲咱讲，耶稣嘛安尼讲，求就互你，拍门就甲你开门，找就找着。这个咱拢知，咱拢读着，咱敢有亲像玛利亚安尼共款？会想讲，我来甲主讲，无酒啊！这个无酒啊，直接来讲是我无法度啊，只是无法度啊。咱要听上帝透过耶稣来讲，只是毋是我的事，你就等我的事。也是伫听候的中间，嘛毋茫上帝的事会当来改变。照我所求讨的，照我所毋茫的，照我所想要爱的迄个事。当咱伫听候一件代志，伫基督的内面，伫听候的时，咱是伫想。上帝啊，你当时要为着我做这件代志，当时你才要应允我这个恳求，当时才要甲我行，我就听候你的事。
是相信，嘛是信心。总是嘛是会当亲像玛利亚安尼讲，我无法度啊。我知影即是有可能毋是你的事，总是我要甲你讲，我无法度啊。玛利亚无甲耶稣讲好啦，啊无照你的事，无圣经甲咱讲，玛利亚直接就甲受催用的人讲，伊安怎甲恁吩咐，恁就安怎做。这个是信心。咱讲，其实嘛是强迫，伊逼伊的囝，上帝的囝爱做出无共款的行为，无共款的行动。咱伫困求的时，咱去祈祷的时，定定嘛是安尼。主啊，我知影，安尼敢若无介好，总是若是会当安那，毋是搁较好吗？咱嘛伫求，咱嘛伫学习。你若安尼甲我吩咐，你若安尼甲我备班，我就照安尼去做，我就照安尼去做。上帝的时，人的时；上帝的旨意，人的求讨。这个中间的过程，这个中间的体验是信用，是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新约是互相信的人看见的。玛利亚相信，当伊甲这个困难、无救这件代志交互上帝的囝，伊的囝的时，这件代志会得到解决。伊毋若是相信伫心肝头，伊阁吩咐迄个受催用的人，恁就照伊的吩咐去行。遮个受催用的人，因做这件代志的时，只有一个，就是阮答应，已经有答应玛利亚照耶稣的吩咐就去做。这个过程的中间，拄仔已经讲过，无啥可能是完全欢喜的、甘愿的，总是照安尼去做啊。无合理的，总是照安尼做；无法度想，嘛想袂通的，总是照安尼去做。若安尼，咱看见圣经内面无描写的，就是这件代志写伫圣经顶面。耶稣的学生是安怎会知影这件代志？耶稣的学生安怎伫水变做酒这件代志内面看见耶稣有上帝眼光来相信？的确，这件代志只有啥物人才知影？水变做酒，只有受催用的人。所以受催用的人后壁会去安那？会去传啊，会去讲。本来因叫我安怎做，耶稣叫我安怎做的时阵，我的心是安那，我就无甘愿，我就感觉哪会安尼，就无合理，无照体制来，无照律法，嘛无照正常，无叫阮摕钱去买酒，伊就叫阮甲水填互满，佮填伫毋是互人食的石缸内面，是放伫迄个清气人的迄个石盒，拢总无合理啊！我是惊到要死，嘛感觉伊安尼，毋知影后壁安那。阮拢想好啊，若出代志的时阵，阮就会甲大家讲，迄拢是耶稣，拢是耶稣吩咐的，我是无法度的。总是无想到，迄个水涌出来时，总管讲这个酒真好。所以真正甲这个消息、这个新约传出来，
是遮会受测验的人，因为因才真真正正知影这规个过程中间发生的变化，因的心的变化，水变做酒的变化，毋若是变做酒，是好酒。因真做传福音的人，真做互耶稣的学生知影即件新业，显出呼召因来做学生的即个老师伊的身份、伊的才调、伊的权能，上帝甲伊同在。新业是上帝出现所发生的代志。新业的目的是要互众人知影，上帝伫遮，上帝伫遮。新业的发生，新业的时间点，新业甲人中间的关系，新业的目的是信仰。人甲上帝的关系，看见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所显明的代志，看见我甲人中间的关系，看见我有偌尔啊顺服，看见我有偌尔啊够分辨，总是无够过上帝。我有偌尔啊够做代志，总是无法度赢过上帝的改变。我有偌尔啊够评论，总是我无法度亲像上帝安尼看见完全的美。亲爱兄弟，你的心肝头内面，敢有啥物代志是伫求讨上帝？嘛伫听候上帝，就亲像玛利亚安尼来对上帝讲：无酒啊，无法度啊。嘛相信上帝会改变受测验的人的心，去做应当做的代志。当安尼做，你会看见新业伫你的生命内面，伫你的人生中间来发生。这个新业发生伫你的生命中间，伫你的人生中间，毋是要互别人知影你有偌高，是要互人知影上帝甲你伫地。上帝甲你伫地。当你经过这个新业，领受这个新业，你就是亲像受测验的人，爱去传，去甲别人讲，上帝行新业，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行新业。咱同齐压头来祈祷。向耶稣基督赏赐予阮，真做救赎，真做恩典的主上帝。所有的阳光在伫你。所有的权柄在伫你，阮是你的百姓，阮是你的囝儿，阮得到应允，会当来求讨。阮嘛看见你的手伫阮的生命中间的改变、行动甲作为。阮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有侪熬念。嘛有侪无法度顺服，
嘛有侪侪想袂到的，总是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一步一步来进步，一步一步来亲近，一步一步来顺服。直到阮看见阮的性命侪侪无共款，侪侪水变做酒，对耶稣遐所领受的，对耶稣的血所洗清的，互阮伫你的面头前，哪来哪欢喜，哪来哪得到你的阳光，哪来哪亲像你，嘛哪来哪互你来欢喜接纳。阮要为着这一切来感谢，因为你知影阮的软弱，你知影阮的心，你知影阮需要你，你的确袂放弃，嘛袂离开。阮安尼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们来用向西我爸对不起，向西我爸对不起，我心大欢喜，我的嘴有吟诗，感谢主，上帝互你一时而乐，另一时我感谢，安尼服侍也无够额，咱三角起立来吟。
个，咱像咱下开酒报，个事项第一项，咱叫来请你这做个礼拜，明日明仔载，1月24上午7点半，伫第2殡仪馆至善1厅1名，移作惯用的语言华语来做礼拜委员。主日礼拜中，咱安排做师请兄弟，移作代祷，愿咱预备天家的上帝，来做伊永远的家安慰咱的心。第2月13要召开会员大会，请兄弟有时间来参与。需要要请假的兄弟，请你2月7时进前，甲牧师讲，名单会底吼。第3，中纪会讨论为了要保护兄弟健康，等疫情会较稳定了后吼，要甲进行迄个常年访客的时间，请兄弟为着成立迄个常年访客来代祷。第4，随着全国疫情吼，即摆变化也真大，咱请兄弟游玩共同来遵守防疫的安全，口罩啦吼，体温咱拢随时安尼消毒，戴口罩，身体无爽快，要来无多前来礼拜的兄弟，咱甲牧师讲，咱教会的群主拢继续有咧提供迄个线上的直播来敬拜。再来，咱看各边个部分，主的活动，主礼拜上午10点，主日生活推荐唱上午8点45，拜四有姊妹查经分享，拜五查经祈祷会到7点半。读经中节的部分，姊妹分享会吼，要查经6甲福音5章27节甲31节。查经祈祷会，要查个是箴言第12章。再来宣讲书方的部分，今仔是交代小同学甲伊个兄插会张老师签扫是小报者。下礼拜讲到李英牧师，属的是自然知识，主题是谢文老师，领唱是刘乐，属的是我本人甲上面知识，交代是陈忠兄甲文良兄，插会是刘乐，签扫是燕兄弟。再来，郑州人数甲奉献统计的部分，有出入的，咱甲伫着向会计也是出力来评证。再来，咱看就个后壁面，咱看本州经济的部分，我先读一届吼，用台语汉语本读一下，咱用3种语言各读一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诗篇23篇第1节，来，咱做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3章1节。开始请兄弟平安。咱明仔早起告别礼拜吼，会当去的人拢有已经报名，交通的安排、车的安排嘛，唱的技术嘛拢安排好吼。咱感谢唱的技术的辛苦，嘛感谢有开车要载兄弟的兄弟吼。因为有兄弟袂当去，明仔早起，所以就有声。你讲，若是会当伫教会内面有一个追思，安尼嘛介好，所以顶礼拜小会开会的时阵嘛有决定讲安尼无，就伫后礼拜日早起的时，礼拜是会当来做一个追思，会甲礼拜甲追思甲做伙。即个可能过去咱无即个礼拜无安尼做过。总是伊是会当甲做伙，就是会当为着安慰
咱的兄姐，还佫有舍利姐的家族吼，咱会当来做安尼的安排。所以明仔载起，若是无法度前往的人，后礼拜咱的礼拜律师内面就会当伫遮来三甲安慰，嘛伫上帝面头前来祷祷。啊，这礼拜有学测，有听到几个代志，就是学测中间有个囡仔伫考试了后，就跳楼自杀啦，吼。这件代志嘛是爱囥伫祈祷中间，咱定定伫讲为着囡仔祈祷，为着囡仔祈祷。总是咱想着为着囡仔祈祷，是讲要传福音互伊，要叫伊来教会。啊，毋过伫家庭内面亲子的关系也好，也是讲伫校园内面老师、同学，还佫有伊对升学的压力，咱嘛少少真正来为着遮个来祈祷。咱就想着讲，啊，你着好好去读册啊，你着莫想介济，你着甲背起来就好啊，人拢会知，你嘛一定会使吼。拢无想着讲每一个囡仔其实伊的承受压力的迄个过程，甲迄个困难，定定是需要父母啊，还佫有长辈来鼓励、来安慰。就是考无好嘛无要紧，总是遮个囡仔拢认为，若是考无好，就世界末日啊！听候互人骂，遮世界末日，无我先来去好啊！咱嘛特别为着即马，因为家庭内面拢介少有囡仔，拢一个，所以所有的愿望拢伫一个囡仔的身上，所有未来的愿望，所以因的压力其实是足大的，嘛真正为着咱的囡仔，大家的囡仔来祈祷。咱即是进入公道的时间。
的主上帝，阮的阿爸，无酒啊！即是阮的心的确是感受到无酒啊。即个酒应当是伫欢喜的过程中间爱有的，总是无酒会互人感觉可惜，会互人感觉无好，会互人感觉遗憾。每一摆的代祷，拢是伫甲你讲，阮需要望，阮需要欢喜，阮需要幸福，阮需要平安，阮需要，互阮会当放轻松，斗阵的酒。主你知，阮的心所交托的，阮的心所望的，甲阮的无法度，看起来敢若会当摕钱去买，总是阮嘛知，安尼做袂赢过你所互阮的。阮会当照阮的方法去做侪的代志，总是若是会当交托互你所食的，是水变做酒的生业。阮需要你的骹业行过阮的生命，阮需要你的手伫阮的生命，伫阮的世界，伫阮所徛的所在。阮需要你甲阮伫地，恳求你听阮的声，听阮的祈祷，听阮讲，阮无办法。你赏赐阮性命，你帮助阮长大，嘛互阮勇健，互阮知影要安怎时时来甲你讨无酒啊！阮要同齐，用主耶稣所教示阮的基督文同心来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显，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过负，是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你从阮的支持，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咱三角内面上行390首，上行390首。我了天父万福公园，关联的大恩爱调长，我了耶稣救我罪犯，做我永保将你万全。咱三角起来吟。我
上帝的疼痛。透过圣神的同在，用耶稣基督的血，伫恁的生命中间，常常互恁体会到水变做酒的神验。这个平安对恁求讨的时，一直缀恁到主过来。阿门。